2026年2月15日，中國人透過同美國軍人假結婚，以取得證件進入軍事禁區，被拘捕並入罪。大家好，我係易經人。2月12日，Fox News 報導，發生一宗中國公民假結婚嘅重大案件，由佛羅里達州中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主導，涉及一個跨境犯罪集團，主要目的係令中國公民透過假結婚取得綠卡，並進一步試圖獲取可進入軍事基地嘅國防部身份識別證，嚴重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因為軍人配偶可以較容易取得基地通行權，犯罪手法集團專門鎖定美國軍人，安排假結婚、拍攝夫妻合照、製造同居證明等，提交俾移民局營造真實婚姻嘅假象。結婚地點遍及佛州、紐約、康州、愛華達州。當中國人取得綠卡後，通常會離婚。最嚴重嘅係，佢哋仲試圖透過賄賂方式非法取得軍事基地身份證，令中國人可以進入佛州傑克遜維爾海軍航空站。2月，美國籍軍人同中國籍共犯前往基地領取證件時，被聯邦特工當場逮捕，成為破案關鍵。呢個係近年美國針對中國人相關移民欺詐同國安威脅嘅重要執法行動之一，凸顯假結婚已經唔單止係移民問題，仲涉及潛在間諜入侵風險。被告當中6人係中國公民，5人係美國公民。主謀之一係紐約華裔女子陳安妮 Annie Chan， 54歲。呢啲軍人被集團利誘，以幾千至上萬美元參與假結婚，婚後分階段領取報酬。部分軍人仲協助招募其他同僚。案件有11人被正式起訴，罪名包括婚姻欺詐共謀、婚姻欺詐、賄賂共謀等，每項最高可判5年監禁。中共間諜真係無孔不入，唯有美國繼續重手打擊中共，直至中共亡黨為止。今次分享到呢度，我係易經人，多謝大家。